做港府平常。是吧？这个，我这个个人，你那送啊在的我现在做，你那送，啊不送就你那不现在行啦。今我在是单，刚在是单，你那送啊在的我行。就是分那边啷子的，啷改好，做那高的人，有的太你就搞，我们这个好红棒棒啊，行啦。有的太你就搞，啷改好红红的人。到那里话不天那边路话咧，边刚的个些就说，那谁看就咋，咁快用拖路不天个那个谁边路的就说，去做毛病，龙看那么的不病，也就是把多年不啊些，俺们点了他没行那大些，就是说，刚在那去在的那边就是讲不给他，你那送过去杀掉的，再去杀掉送你那不给的。其实就老的人都在那打的，打的说你如果嘛，那都是在那谁让两来了呀那，今人那不会跟你风路呀，出一个长官去哈哈，这种的，出去趟真的也的呀，这样就跟老姐和让本站，去做啥到那么那或者打他搞了嘛路门那里的人随便扔，打东西，一扔经常来就是扔啊，本来米和扔，扔啊红菜不走。都让人这个的很同源呐，还有那也么的了，比哈，还是这些小弟去播了，这帮红这面上些啥大兵了，如果是这我找我用这红豆那个地打走，不然等这些多了啊，你很同源不了如何从下，但是刚播比上，但是用的太你那么是被好狗呀，刚的就是可能让上啊，进来的就是，所以讲一波上啊进来，其实旁边那才有了。港府比赛有两个安排嘛，就会在的。就是农业类，但没说多年是没定那边台呀，之后那我现去做么，那做就是黑夜去做，多年他做，出去风筝大些，可不然嘛，人家都当黑金人家，要不然你说把这大概去数多吧，港府比人家你肉是个风路打做。收入人家跟那风路人那大身体吧，够不如8出岁，其实可能出岁的吧，大去9吧去在这样，你讲就改哇干那这路不走，战斗是，结果多那人你好上啊比，俺们好多那人你好上啊比，个风路嘞去比赛嘞，还是那地方风的他可么吧，哎路嘞。其实后来你那谁够不如8出岁大身路的地方，中间中。SM 咧，可能我干嘛来的梦去冲着，可不现在跟那大神楼的地方关完了，大家讲不非常在另外谁的是，你那公司去杀掉的，就是你那帮掉，就是说在现在这个准那没有个人，那那么是背后红啊，买咱们这个目标的，之后怎么吧？其实那里话不改过门的话的话，把天气蛮个分别的个好多天，好几路了30岁。我为了提，他做些谁的谁吧，轮头好来呐。就是那么是白活回归，红天能说就打着。他我现在呢，这就个的过去就可能丢了，你谁比不地方能容易去后那是天冷呐。那么冷白了好回过嘛，红天就是谁比人冷，这一点不容了，不天他高去点天了，热去了呀呐。都是那大的从嘛，大的说你了我嘛，那不天他高天去不会去做那种。就说那我容那些提前的话，干些真妈的我们现在这我上网做。